来继续来看高雄轻铁路真爱码头站，昨暝11点外，有一个80多岁老先生掉伫个电梯，伊二迄个紧急的开关无人回应，怎打电话给朋友喊救人，朋友卡119卡行控中心，行控中心通报到电梯的厂商到场协助。老先生已经掉伫个电梯1点钟，电梯内底无冷气，老先生是热甲温伫个涂骹，血压飙悬。高雄济院特别出面会室的。80多岁阿伯关伫咧电梯内底，下影拢无清，痛只脚规身躯拢烧烧坐伫咧涂骹，无冷气，人热甲强血挡袂调。休息一下。消防人员赶到位通知电梯厂商来协助，开锁了后拍开电梯内挂2扇门了后，甲阿伯扶出来。救护人员随赶紧检查伊的身体状况。你即摆血压较悬哦，你即摆血压要200呢。昨暗时下，这位80多岁阿伯在高雄轻铁真爱码头站的电梯，伊11点16分未来，电梯煞熊熊海起。行控中心直到11点39分接到119卡来，才发现有人关伫内底，通知厂商修理，直到半暝12点23分，阿伯方救出来，关差不多1点钟时间，伊方救出来，着这期在紧急的治疗，敢无效？爱改进的就是客服中心，竟然无人啊，无人接。实际回到受困的站点，是紧急的对讲机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行控中心，你好。紧急通话开关正常运作，无故障。若咧旋转事发当时，受困的民众无法度联络到行控中心。紧急通话器应该是正常运作的，在相关的标志设计指引上面或许是不足的，所以这部分我们会自行检讨，加强改进。开玩笑，那个5分钟、10分钟大概就已经。太久的话，应该会闷死。电梯故障的原因，厂商会进一步调查厘清。这是高温的天气，温度超过30度，关伫咧无冷气的电梯10分钟以上，一般人都会挡袂调，何况是坐火人。受困的事件发生，高雄济院来会室咧，讲后边的加强检修，避免相同的代志搁一摆发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